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这种事还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来，请进。直升机可以吗？可以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。而是最相识的爱情，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越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。我觉得快乐的意义，是谁还拥有是喜欢一点，只让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掠走，还是再见。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早该停止风凉的游戏，愿被你放弃，就算路线分离，不愿爱的理由胆怯。哎呀，这么看来也像啊。哎呀，这家伙从晚上开始敲的东西，结果昨天说什么了？在那个年纪都是正常的吧？患这种话是正常的吧？哎呀，说是一看过就能知道，你岁数孩子都知道的都不知道，你这个妹子医生。你好，我来拿报告。谢谢。这次人工受精又失败了，还是老问题，是精子的质量出现了异常。其实，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。没关系，那再多试几次吧。医生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比较合适？我看不用来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没这个必要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以目前精子的质量，成功受孕的几率太小，微乎其微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
很准时吗？害怕了？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哎，这是你孩子呀，都这么大了，真可爱！哇，跟林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来了，来走。你呀，多喝点鸡汤补补，这样对孩子好。知道了，你也多喝点，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，等我把公司手头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。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文浩，你还没睡啊？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公子们，你的手机放在哪里？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
根据统计，自从我接手公司以来，公司的业绩上升了一大块，这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在这里，我要代表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。虽然现在公司业绩还说得过去，但是离我预期想象的还相差甚远。说难听点啊，公司之所以会有些成绩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上升期。就算你们不努力，公司也一样发展。也许林一轩在位的时候呢，对这样的成绩会感到很高兴，但是我不是他，我对这样的成绩很不满意。作为在这个行业里刚刚兴起的公司，我希望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每一个策划案感觉我们都在拼命，我要让我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望而生畏。你们呢？暮气沉沉。大家都知道，公司在人事方面正在做调整，接下来调整力度会更大。那个老头又来了，让他滚。是。那任总，这次人事调整主要涉及公司哪部分员工呢？高层领导、中层领导还是下级员工呢？这次的人事调整会关乎到所有人，每一个人。所以各位，更大力度人事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谢谢。林总，您还好吗？您也太折磨您自己了。嫂子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节哀吧。林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我们担心了。您真的没事吗，林总？您说句话好吗？谢谢你为公司做过的贡献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下一个。您别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然您就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好吗？
我去给你买些吃的。难道是注定？难道是命？遗忘你，不能放弃。我如此的珍惜，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
那我们牵牵，妈咪牵牵。等一下人来接我们呢。什么来了？等一下人来接我们呢。啊？你来啦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我都没有你的消息啊。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事儿啊？什么样的公司啊？广告公司。广告公司？跟林怡轩一样的广告公司。怎么会？林怡轩把他的广告公司送给我了，当做这么多年对你伤害的赔偿，不算多吧？别瞪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。别着急，以后你就都知道了。放心，林一轩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我敢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们俩见面的机会多着呢。你把公司转让给仁义之后，他顺理成章的夺标成功。不到1个星期，他就开始给公司换血，陆陆续续的把那些老员工都辞退了，也包括我。林总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想想，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那么难，你都可以挺过来，我相信现在你也一样可以挺过来。那么几个人把公司交给你，你跟我公司，你为什么说呀？你有老婆，你干别人老婆；你有老婆，你把别人老婆当小三养。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？骗子、傻逼！我他妈打死那个王八蛋！有本事你就整死我，有本事你就干死我！你是个王八蛋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老婆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需要却那么强烈，我干的那么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平时亏钱的亏的太多了，你还想让你老婆为你抱着贞节牌坊每天等着你？你做梦！我不喜欢你老婆。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他一眼我都懒得看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爱奶梦，你爱的是别人，对吧？啊！你每天在大街上等谁呢？啊！你以为那个人会来找你来吗？不可能！别做梦了！我打死你！来啊！打死我吧！啊！我们俩刚才说的话，
乃木就全会听见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跟别的男人上过床，她听到这些话会反应怎么样？你的公司，你投标失败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你一参与就失败。慢点儿，别跑，别跑！季阳，怎么会是你？要不是带着孩子玩，今天还真不会碰到你。你就准备一个人喝呀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说了话长，还是说说你吧。这些年你怎么样？当年我和唐敏熙从公司撤了股，又开了一间新的广告公司。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，是在你们闹掰了之后。你相信我。行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跟唐敏熙两个人好了，那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事情。作为朋友，我应该祝福你。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公司怎么运行，怎么发展下去。你和唐敏熙闹成那样，现在我又跟他好了，这你什么意思呢？我要离开公司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跟唐敏熙好了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吗？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毕竟是利益至上。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哥们儿，生意，季阳，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那么多年的生意伙伴，看来这一次我真的应该祝福你。
聊了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一直自诩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你，不愿意待在你的背后。有了新公司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人们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，有些则可有可无，而有些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但是这样，人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买东西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购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幸福感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幸福感放大，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触碰的商品。魏总，快去看看吧，唐总和客户吵起来了，快点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笑话吧？你拿这种条件来见我，你有脸吗？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们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保安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废话了。保安，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做生意的。你们是土匪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你去不去？要不然我叫保安给你抬出去！别动手，我自己会走啊。吴总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道歉，好吧？用不着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叫保安把客户轰出去呢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是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。谁想和气了？我就不想跟这种白痴做生意 ，OK？ 怎么了？最近你怎么总是情绪有点不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想自己安静一下，好吗？请。我本来以为有了唐敏熙和新公司，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。可是敏熙是你的，我夺不走。虽然你和他分手了，他也不爱我。我只是你的影子，或者干脆就是他报复你的工具。一个人喝酒呢？您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坐下，坐下。不喜欢啊？那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我送给你。可以走了吗？
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个孩子的妈妈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女人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很普通的工作，组织了家庭，生了儿子，从此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心。每天一家3口过着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的生活，我很满意。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在纠结。当年我勾引了朋友的女友，毁了她的前程。我一直想找到她，跟她说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后来你找到爱宝了吗？我最后一次见她，她已经怀孕了，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。逸轩，来吃饭吧。宝贝，真棒，把书交来了，来来来，来，小妈妈这来，哎呀，宝宝，哎，是我的，哎呦，慢点啊。正好啊，一会儿我和小文都得去上班，你就在我家待着吧，让豆豆陪你玩。豆豆陪着他，人家也是大男人，一天哄孩子呀，真是你以为跟你一样？可以的，反正我没事。不好意思。你有住的地方吗？有。你呀，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。你一个人又得胡思乱想，就踏踏实实住在我这儿。就是，那我发现我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你，是不是乖乖？
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把它背起来，你把它背起来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书上说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别离，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这每一苦都能让人痛彻心扉，而这8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的，所以又是最平常、最常见的。所以这就要看你的心态。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滋味，要坦然面对嘛。看不出来几年不见长见识了。Ces petites sensations, ça vaut mieux que nous. 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来，走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吃完吧。小男孩就是很调皮啊。对啊，精力很旺盛。老公，你回来啦。
你在上面一定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否会有结果，但我只知道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做下去。你前2天给我看的照片，林逸轩也不是这个状态啊。这小孩是谁啊？跟他什么关系？这孩子是一个叫魏继阳的男人，林逸轩现在就住在他们家。魏继阳？魏继阳又是谁啊？据我调查，魏继阳和林逸轩多年前就是朋友，还一起开过公司。后来魏继阳设计抢走了林逸轩的女友，还搞垮了公司，两个人的朋友关系就结束了。最近几天，林逸轩住进了魏继阳的家里。他抢走过他的女友，还搞垮过他的公司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仇人才对啊。你看这好的跟一家人似的。这个暂时还没调查清楚。赶紧去查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好的。你不喜欢你老婆？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她一眼我都懒得看她。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，最好24小时开机啊！你最好遵守自己的承诺。你还好吧？不好。你告诉我，南梦姐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先去看奶梦吧。
世事难料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发展方向不是我们能掌控的。我们都说要掌控自己的生命，可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无谓的挣扎。那边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有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真相的好。真相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么说，南梦姐的死真的和你有关系？南梦姐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你无端端干嘛要卷她进来呢？她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南梦姐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没有遇见我，你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快乐才是。是我害了你。对不起。你能答应我吗？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了，好吗？我什么都保证不了，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会是最爱你的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来啦！你好。哦，你好，请问这是魏吉阳的家吗？家来客人了。孙林来了。杨哥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。嫂子好。哦，你好。这是孙林。哦。啊，我给孩子带了点吃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客气了你。太客气了，走。进去坐哈。坐。杨总，这么着急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喝点茶水吧。好。来。嫂子，我来。没事没事。来，我来，没事。我来吧，你去看看孩子。你先聊着啊。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我想回仁义公司去。你疯了？林总，现在公司的那些老员工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您要是现在回去，就等于从零开始。况且，仁义的心思那么重，手段又那么狠，您觉得他会让您回去吗？你现在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仁义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，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他怎么会让你再去他的公司呢？即便你回去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
以我对仁义的了解，凭我的直觉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